家骄傲，只愿做月老。小弟盼望情，奴在夜雨靠，奴在夜雨靠。举荐哦，汪大人来了，有名帖在此，快快有请汪大人。是，有请汪大人。必争原因，忘情是谁？哪里哪里？王大人，复公不受禄，这是年兄。今年早眼开，全是杀人。官月前，正月农民正闹事，多久那天要去临安，时间往前应交集，这说明民生一品三天后，三个月情把花轿就来。王大人，当朝国舅是幸亏，把龙江能盼望清，心花开，自从大人亲作文，我早就虚心松江吹全归，我命他在丹月里回来扬州，给他头亲把婚配，这因为皇天不在老夫娘，穷归不来请那天，王大人请举王亲，把家计还。国舅子也难跟王大人，借花喜儿，做王大人。
与我来行走，太龙夫妇新朝退，还能哪里？老爷有何吩咐？不能在，我曾命你派人去松江瓦砾，今朝永庆就怕谁来投亲，时隔半月，怎会不见他来？老爷，按小的把实质说来，那少姑爷不是在今天吗？就在明早一定可到。哦，老爷，老爷，老爷，李老爷，那穷鬼不，那姑爷邵永庆借来投亲，也在门外。怎么？曹永庆他果真来了，果真来了，是我有情。是，老爷请少姑爷收到。曹永庆，哦，也许来了，快请坐，快请坐。谁有他人？不能不改，在将姑爷报过送到寺房，用心替姑爷准备香堂酒席。我在此系统允许许大是老爷。也许我现在有临阵得亲，此前你3亿岁推来之文章，留在小女支持以外，两家贫富往来，你可知当初昔日之情吗？又要问求情我，有福啊！
自今是臣与连环一起来，只怕你将小姐与我早晚岳灵官，果真是他，我也是说你为人，亏到他了。聪明哪里？小姐，什么也是来不及。娘子子你万救小姐，叫她好生舒明天必是王道之日，你们休要为婚。这是岳灵官叫去三花首长，你为什么不放心的呢？明日便会小姐为婚。哎呀，不理！你什么？理该教育小姐首长。禀老爷，相抗一年，请姑爷莫有。禀老爷，酒宴几杯，请姑爷实现。好。一夕，还是西莫有，还是西出去呀？一样的。我请给报同志要求，永大人。我看还是现在行吧。好，一夕真是痛快，反正不管在，姑爷约到而来，唱都不是。你们要替姑爷多敬几杯酒啊！小心私欲，不得有误。是。一夕。来自我家的举金，金衙门，你应该应一股痛快呀！外些事未了，等你为定来作备。永大人，小婿失陪了。曹永清，小户不惜辛苦化作，我叫你无领无色皮肉。只怪你造假，凭自心，手把老虎，心狠毒。清楚一点，是那少姑爷死了。什么？穷鬼他死了。在你这随便，穷鬼他死，怎样死的？老爷。共享死我谋中举勇，姑爷今生司机大功，把官白举。
凡能下夺，惊涛三百，鼓楼十峰，方向九中烈海，哎呦！对上毛寒，生存金恶，暗击反叛，天空流血。这是穷鬼死的模样。老爷，已是眼睛长得慢慢大了，戏子看眼都不必哟。此事不能对外照扬，这是赵永清路上走了峰会，暴毙而死。是。来，西去迈步入土，再到不正文化七上坟墓，上卡松江瓦定赵永清之墓，梁生生都知道赵永清因病而死。晓得明白。不然在去禀报小姐，在姑爷他受疾病而死。是。再到不正文化，去禀报李彩英客的，这是小姐驾驭胜国酒，叫他催长死化。是。
然我老套了。哎呀，干呀个辰光，还有啥人来敲门嘞？店家开门。啥人啊？啥人啊？哦，原来是看官啊！好好好，来请进来啊！哎呀，妈妈，这些东西我都是没有的呀。哎呀，看官啊，没包过雨伞，那扬州地方是有一个规矩啊，没包过雨伞就怕侬不是强盗就是谁，这是指不来的，请侬问个地哎呀，方妈妈，小三是个懂事之才是懂得理你的呀。对，妈妈。看一个人都老老实实，像一个读书人啊。不过天已经加夜了，还到啥地方去自说呢？好，那么我就让侬今朝夜里住一夜。哦，多谢妈妈，这都不要客气，跟我来哈。妈妈带路。看官啊，侬看呀，这个房间倒蛮清静的，侬看好啊？好好。那么侬要吃茶用水嘛，叫我一声，我马上好等侬送来。有劳妈妈。不要客气啊。
要到你们别去了热烈光，万家不退路谁情，多情交付泪相聚。穷途思娘泪涟涟，金退了那个时候好，在他是掠落一下名花间啊，哎呀母亲滚啊！哎，好多人啊，为啥哭起来了呀？哦，我有哭啊！好好，没哭，耶！侬看呀，哎，爱丽丝啊，过了面孔朗向呢，外公没哭你。妈妈，实不相瞒，我在思念家乡，想念母亲。哎，可不，呀声声金刚万好，一来他上一才好，大一杯浓来托心，千杯受此做烦恼。好，哥们，早点歇歇啊！我走了啊！谢妈妈。哎，不要客气。哦，妈妈。哦，客官啊，侬可不能再哭了哦。侬要是不让上岗再哭啊，这是要迎归上门的人。妈妈，小生我这也不可了。好好好，不可就好，保护他们无事啊！哎，我去了啊！妈妈这，好好好。母亲，哎，真是。哎，彩英啊，彩英哎，等侬讲过来，辰光不早，今朝装算不好，我明朝再算。
原是为了积攒的人毛病而死。老爷要姐姐改嫁过去，我答应叫姐姐穿一代之花，还有一直没有穿好。明天生父花轿到时要来迎娶了。翠英啊翠英，你答应了上家吗？谁该言而有信？我怎么能去忘心？还是陪我今夜把此花穿好便了。
山内中庭上是有根源，我虽为国兵，只是很胸怀，真奈我无能为力，难因生死之多冤。
女鬼，这从我说起。是在爹妈妈言道，什么上这地口是要引鬼上门的呀。那一定是我妈看见你要哭，我哈哈你的。哎呀，牛嘞，孙子啊，好小生有力量。放了罢了。哎，客官啊，我看你好像不是本地人士。哎，是个读识字呗。哎，不知你家在哪里，生人名谁？有什么为难之事，能不能说给我听听？这不就是告诉了你，以后有我。哎呦，客官，你不要蒙蒙的把人快别，说不定你说给我听了，我还能想出你儿呢。我们待我俩人舒适一番，也可解我心中忧愁。啊，那这请听。谢父官居称礼部，多因早年丧了命，家道为我在贫困，奉命扬州来留情，只因杀我少时生为苦伤。
大姐，那死去的赵永清可不是我啊！我有第二个赵永清啊！大姐，小生不生，你哪里知道？他乃是我的东厂李文明，他撇去了我的唯品之文有连环，我要将我们黑，他是冒名顶替的呀！哦，原来是此。那么后来呢？后来都可叫副将军，我关到了扬州，找不到副将，别请真相，谁知那个关东之神，他不肯相认哦！不肯相认那个外好啊！慢来，客官，你说的句句是真，小生我不会是谎啊！那么少不了将这样跟听你都知道啊？当然知道。哎，是叫我听听，大姐请听。现在媳妇在上庭，官居吏部团省军，岳父因故下铁牢，我父保证免受刑。他官恩都报配婚姻，又连官为贫富美分，从此两家乱纷飞。我想最近动手做，我把家的事我都知道。哎呀！想不到在此为生死姐妹，才妹相认有礼了。万里，才妹，是今相生我妹夫贼难以对不起，你总算人目击长，看来也是皇孙的脸。哎呀，既然你不要伤心，你不要因为没有凭证就难以得逞。就算你语录有灵官，是旁边的遭遇，也要与那李文令一样哦。此话怎讲？李文令与你分手之时，可有风寒之病？生家的丈夫有病痛。这就对了。那李文令一定是你家有无谋害而死。事实上来，定是岳父他欺病爱糊涂闹婚姻，我找他评理去。来，你不要对他去评理，我到公堂去告他。哎呀，他要是一口咬定你不是赵永清，你又别怎样？那我只好为到瓦定苦读实施，等将来有了一个出头之日，再找他算账我。哎呀，这是谁的事了？明天师傅花家到谁要来迎亲了？什么？这就是要改嫁过去了。小姐她可曾答应？自己倒是没有答应，只是花家来了又怎么办呢？小姐大姑30年就这么，我不能快他兄来到身边，还有父亲才鸳鸯，看起来夫妻今生难相见。天地上亲亲同靠好心。
我带你去见我家自己。真的，真的，只要你听从我的安排，明天就让你们夫妻相会。我这不要，真能去见他。哎呀，是到是真啊！管管他什么模样的模样的。这怕有他什么？有当是男女有别，所做不清，私下相会，与理不合呀。我说你呀，真是个死呆子！这是你的终身大事，还是怎样自无罪业的？哪里还管得了这些个算女呢？哎呀，的是哦。这个好了好了，不要这个耽误了。这因为我就带你去见我家母亲。对对对。大哥啊，你要好好的再仔细说看一下，实是再有差错，你我都吃罪不起呀！不能，为靠近这死鬼的小道，总觉得浑身有点冷酸酸的了。好嘞，侬也不要瞎讲嘞，我不能讲个闲话了，讲得还有点汗毛淋淋嘞。大爷，当时的酒是我头上来的，可是酒里的毒药可不是我下的，侬要分分清楚啊！嘿，侬这只胆小无惧哦！侬想拿事情都到我的头上推，叫我去推劫谁啊？侬是奉白老爷之命，对对对，这都是白老爷他出的主意，与我俩无关。侬要讨命啊，就去向白老爷讨吧。好了好了，不管。老爷再三叮嘱，来无锡的宾客一律都从大门迎进，请仔细听，这里是不允许任何外人传入。那么蔡姑娘呢？哎呀，那当然是例外的喽。那么做法是个和尚道士呢？老爷已经说过了，来超度亡灵的出家人一律都从边门进入。哦，还有一件事啊，老爷说小姐一定要再次上桥，等一位花轿到了，你要请蔡姑娘好好的帮小姐梳妆梳妆啊。小道里听花轿，真是啥子你都还没听见过了。不过我哪里来了？我是对花老爷。哎呦，有副狼子，我会得溜，我还有家，我还会得溜哦。
姑娘，哪里去啊？我是来找你的。这位道长怎么单独进府啊？我是奉了把老爷之命，特地从扬州天宝过去请来的。我经常去天宝观，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小道长？他随着道主永于释放，刚刚回来，多年没有看见过。刚轻的年纪，却随着道主去释放永狱。大人啊，你可不要小看他，他还是魏忠道长的高徒呢。哦，小弟有眼不识泰山，请小道长多多宽容。相公不必客气。小道长，今天特地请你来，叫我将这张超度亡灵，你可要督促的道长啊！请蔡姑娘安排。啊，此刻你到里面去用点书章，等一会我会来请你的啊。哦，蔡姑娘，老爷叫我在灵堂侍候。这里一切由我，你到外面去吧。我在此谢谢。大人啊，你有没有看见过少姑爷？见过的怎么样？你的少姑爷可好？我的这位少姑爷啊，可算是再好也没有的了。啊，这样好吧？那松索、端汤、金菊啊，万玉叠上。哦，你的姑爷这样英俊，不就是小姐他要接你从上，谁是你死去的姑爷啊？喏，他也为着你好报的。怎么样？怎么？真的会有报应的？怎么没有啊？啊，大人啊，不信你坐在这里看，等一会姐姐来了，上香的时候，谁好谁坏，一看就明白。怎么个看法？领导人要是没有冤家对头，这点着的香啊，又这啥？实是有冤家对头呢。要是有冤家对头啊，那这点着的香又是为。咬着他久久不放，这是真的啊？当然是真的啊！大人啊，你是个好人，但姑爷又这样好，这烟啊不会咬上你不放的。你放心好了。哎呦！哦，蔡姑娘，我得入肚皮痛了，这里请你照顾照顾。大人啊，拜托。先生，我看大人已经离世，来不及先去告诉姐姐了。让我到塔厅18号是老爷解释，你在这里等我。要是等一位姐姐来了，你可千万不能心急如焚啊！蔡妹，你要快去快来呀！先生，你可千万不能随意走动哦。要是有人来了，你快把这个披上哈。知道了呀，小心呀！仿佛草原
一把菜来背，他是想在我求相
看这个人啊，并不是个好人。哎，你既然怕起我家老爷，那你谁看在我家小姐面前失过名堂，还能少死于你？哎呀，实不相瞒，采买不来，我是不能讲的呀。那你就去见过我家老爷去。哎呀，你在说什么啊？哎，姑娘。面前不是叶道生，乃是邵永清我这一场。才没说话太荒唐，死去的人儿真万样。死的不是邵永清，难道你肩上有一张李文林做了替死鬼？才没呀，请你不光小讲。我冤苦难言，万般皆空一希望。请你听我说下去，要不然你仔细辨认听了。姐姐，你不是收藏他3年前这张写来的诗报吗？喏，这是他写的生死，你不相信吗？仔细对对不就是明白了？是在我店里，他要哭么人家他哭不哭，要死么人家他去死，要是愿意改嫁，我叫谁要来的？来，我们走。彩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哎呦，老早好猛嘞！姐姐，我告诉你。把你家来头亲的，乃是机长的同窗李文林，他不仅骗走了玉莲馆，还将机长抬了升迁。哦，还好，幸亏有人相救。我输在你家里的机长乃是假的，都说我看到的机长乃是真的。为了使你们夫妻相会，好容易要机长身配到我洪州府中，不料竟被你们当作野道什么，真正岂有此理！彩妹，为妻向你赔礼了。算了，见姑姑也罢了。你们有什么话还是怕说吧啊？你们2个人怎么越推越远了呢？是呀。相公，感激小姐为我背上，相公一路辛苦，小姐也想苦哈，不苦哈。哎呦，这时怎么有时间说这些话呢？你究竟是什么意？要说的话嘛多得很，你怎么反而忘记我来了呢？姐姐，你不要看我这样无人，要把老爷规矩多端。啊，这样吧，聪明，我与你分头守望。要是有人来了，我是会来告诉你们的。有劳彩妹。彩妹。
我没有见到警察的时候，一听到话走廊啊，走廊啊，是这警察来了，我反而怕起难为情起来了。哎，翠妹，哎呀，跨山！哎呀，翠妹，跨山！哎呀，哎呀，翠妹！哎呀，他怎么不开口呀？他怎么还不讲话呀？再不开口，那花轿就要来了。花轿一到，我就无法讲了。
可是呀，到如今我还没有想出一个良间之计呀。蔡姑娘，老爷他才是要去长桥来了啊！哎呀，翠妹，你不想回到翠妹？也罢，此刻是上天不落实的入门，只有比过今日上桥之为最善。来，你们扶儿上来。请小姐署长即刻当桥。身份我是放在哪边？高教授停在这里。好。不用喜娘开来，才有我八相。哎，蔡姑娘可千万不能误了好人啊！啥有官地差错，老爷面前是由我去领罪出去吧。哈哈，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都到天涯死儿。谁过来？哎呀！谢小子夜迎风，杨母女下永隆，太上国君陈光清，留神去马无心痛。女儿，两人既然遇到，为不来送你上轿？啊？怎么？理色不好，莫非有病了？啊，老爷，这他一定是烧水过度的缘故，不要紧的。哎呀，王大人啊，我的大人昏厥过去了。哎呀，老爷，这领导怎么在抖动啊？哎呀，这一定是中下来。哟，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快一定有人做了什么对不起机长的事，今天一在花家庭在领导冲上了上要去的英灵。哎呀，如可大雾要淋漓嘞！不行了，花警长提示，真下当兵。我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怎么办？怎么办？天了，你可怎么办你？既然是灯彩花家去的缘故，以我看啊，只有将灯彩当赛，花家当最好，才能取过原文救生之地。你说，啥叫花家当赛？叫我事后想过就跳的。老爷，要是延误时间，这件事了，我看你有事，我想过去交代你。先罢，大家不混，在你们一起听从蔡姑娘安排。是。大能大哥，你们带领众人收拾棍棒，将灯彩当赛，花轿当真。是。你们怎么了？
过天津，鸟不高山，水是北门，出了北门，沿着小河，过了啥桥，水是客店，我们大家在客店见面。记下了，记下了，记下了，记下了。这是我们也走吧。小姑爷，怎么你又回转了？我怎么走来走去，我是走到领导来了啊！我走吧。陈龙小姐，小姐他上来去了。怎么领导你还在对动，鬼屋外一大嘴啊！大哥，我打。是老爷，打不得，要当出什么来的？在，继续，快，上！啊！原来是弄来了捣鬼！老爷，你上了李成个当啦！他是谁？他是钱包国伪装导弹的高度小道长。呸！与我拿下刘贵啊！到现在30多里路，半年个天没假日，哎哟，真搞得我是上气不接下气呀！哎哟，我有的听到机上的消息啦，那华龙高有的问侬要不人啊？那，我人啊没坐来呢，侬看我像放莲子泡一样，噼噼啪啪放不停来了喽！啊，侬快走！哎呦呦，哦呦，也杀了，哎呦，这个啊！心想老爷讨彩银，我知道毕竟我女儿金
把夫，全是小将盼望亲，还等爹娘无人少帮手，招呼不尽无影啊声，怕将女儿完美。这才是我心到死之有差能。看来你，哎呦亲啊，把龙哥这个老东西呀，伊自家也晓得理亏呀。哎呦，伊想得哈哈我呢，伊懂啊。是你的女儿甘于广东，假扮道士，冒充曹永庆。难道你会不知道吗？一定是你把他们吵起来了。那么侬是会讲啊？可是那不干的事情嘛，大家内幕所相关了。那侬到底是我养出来的呀？不管，我还要侬来讲我啊！我比侬会讲得多嘞。这个我看把侬讲这个老东西，伊个能样子嘛，我也索性找无从到底呀。我讲，哎呀，老爷，侬来那讲啥？那，人家们才晓得呀。那把家屋里向的姑爷赵永清嘛，已经死他了，还有啥人再要来冒充赵永清呢？再讲呢，那个小巧又不是3岁4岁的小囡了，而且要是那大户人家的贵国千金。对，这个要是我才人挂片的了呀。我说好嘞，老爷，侬不要开玩笑嘞呀！快把彩银还给我要拿一碗店里去来。买要挂货吧？是的呀。把龙哥这个老东西一听我跟人一讲啊，哦哟，这是真是火冒大张啊，面孔是铁白呀。哎呦，我看把龙哥这个咋头名面孔摆我来呢？我索性眼睛一看呀，我说老爷，侬来那讲啥？那，我妈没好无缘的过来乌拉木个人啊！我说自家。我是一步要拉一到家老乡去，我讲请三老师傅，大家来领道理看呀。这个把龙公啊，伊自家到底心虚的呀，一看见我跟那样子嘛，也拿我没办法，只好等我滚出来了，是吧？亲啊，那哪姑呢？哦，外公到镇上打听机场的消息去了。哎妈呀，侬有得听到机场的消息啦？这样啊，小姐来了里面吧？吃了夜刚困。哎呦，彩云啊！请你机上赵永清哎，他真是那黄脸是谁？苦到根啊！那一天你把小姐倒菜，他是迷失方向，与为君。刚巧碰到把龙凤，你既然是惊魂不定如真经，白老爷强将才名没收要公道，诬告他偷盗财宝不入千金，中国人为用大运，半子当敢为敢，你既让你我却当真招聘，这样啊！自家的亲生儿逼得一死去回来，我最恨不得把那2个女子消消我心头之气呀！哎呦，小家，小家。
我今朝特地赶到这里来，是为了要让想办法去救人。我不是叫侬跟你一道去死的呀，小姐。是呀，你怎么一下子想到死命？就是别的办法。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那啥手。只要找到李翠，谁化其人停驻在此。翠啊，你在这里呀？你呀，犯了我有什了？师傅老爷呀，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哎呀，快吹说！啊，你了，翠啊，我来问你。那天当水花酒，你因我不告而别了。啊，你是问那一天当归的事啊？哎，大老爷呀、那一日我从早梦到14拉人，我第13儿当归文，不见桃下雨下送，老爷侬么自家懂得苦中啊人，害得我当官当正平，连日来是两日苦看到李亚人，好啊顺我很高兴，李是配音多给呀我只说了一句，他倒讲了一寸。好，那天怪我少礼，因为定然不上。如今呀，我有一件事与你商量。什么事？那天有谁话多在一起，你知道现在他在哪里呀？呀，那天出了小道，上路会忘记了呀。有我儿隐隐不离，你引他到处赴去，还是只是了的好，免得两家伤了和气。大老爷，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哦！我们这种小路人家可吃在不起呢。哼，见你面子你不要，莫怪老夫生气。来人，报告，在，我是妈，这里是什么地方？长大我不的师叔。出来！这不是你家伯父，你有什么权？有什么理由到这里来说话？我是小小的长堂，又是王师傅的功劳，我也能精进出彩。来人，报告，在，有事。帅哥。
气要什么灵调？他老爷的话，谁是后气，谁是灵调？马老爷，你这样不讲理，要是说不出来怎么样？要是谁得出来与真假？俺妈一定有办法的。要是说出来了，要把送到酒吧也给予你。要是说不出来呢？要是说不出来，我还会那里牛我爬上山去，从此不上大道。好，有为定。一为定。那个很欣赏的呀，以后这样不滚到长东来了，那侬可以恶心心来那个里养病了啊！阿公，打听到这张个消息吗？郑老相都来了个，再过7天啊，赵永清就要分战了。小家伙，不要哭，不要哭！哎，大家来想想办法呀！啥办法好想你？这头那个花园里一团糟王法，难道是没人好过瘾啊？滚！嘿，到秦国给咱秦国说，秦国哪里来秦国呢？啊，秦国，嘿嘿，我早已当听来了。怒火生，俺看怎么16岁3鸟7回，我愿难腾回家门。老汉爹，那侬人啊回来了没？还到啥地方去当听秦国嘞？那我个汉话还没讲完嘞。哎呦，跟侬快跟我去啊！我银子途中看官场，错官小错影响。我听错旁有人讲，周应龙他人出京啊！
去。阿公，你这大年纪是我追得动，这事这家的冤啊，你说得清吗？哎呦，搿倒是哦！我来了路上听人家讲，周云大神立法圣人，这是讲错一句啊，就要问罪我。亲呀，根本伊也不好气，我也不好气，侬叫啥人气嘛？我去。是今日这张我聪明将王，总不能眼睁睁看他日月光。谁的本事我清楚，其他的冤苦也是娘。千难万险，何所惧？跟我陪侬一道去。你要留在家里照顾姐姐。我上女年纪虽小，胆量倒是大哦。跟侬路上要小心的你。阿公这父老记在心，我是为见机行事。彩英呀，可是人民关天，侬要来接东西呀！啊，妈，都是在妹身上，请随我一马。
众中在应我自不不前。卫兵大人，看天色昏晚，只怕青格桥下大雨了，是非待雨过天晴再往路内审判。哎，本来奉旨离岸与私人立规，岂可因雨而失信于民？左右乞讨。
这件道行问他人，不料他要蒙塞了举着这能高上，今日出门而去，我正好前去汉院。见到大人已往路台而去，可那高上是人人懂，想我是公你刘之辈，叫我是我爱记得上。要是我为什么人带不了高上，岂不要动送了这样的性命？即使我李翠的一番心血，也将父子流水。大人有一小女子喊冤，传汉冤女子，传汉冤女子，传汉冤女子。
听大人分断家。来高潮，为姐姐把三花一封神，我与他你结金兰神同胞，我最长心潮民间是用情，多只为先生重兵把龙将谁人万载是命难成，多亏曹家来相聚，他官人定下了儿女情，在世上常得亲是我妹长，一代玉莲冠暖不分，曹家为官更清廉，吕赵为罗家道兵，无奈我最长，他改了玉莲冠，取头亲
把龙江早日设下春桃见金用头呀还是少用情万悲伤我姐姐去盼王啊亲我姐姐她宁死不答应把龙江叫我村长之花去献殷勤我正在王中把枝花传谁知来了少用情刚才你已经言明曹永清还生死，是我有为到你眼中，你前言不得有女分明有家来压困境吗？大人，这哪种淋雨缘故？家不在场，他给茉莉家乱入无尘，在途中遇见了李文啊林，那李文林骗走了我连环，冒充这场是去找亲，故而死的是李文林，可是我的乃是真用情。我见这场遭遇传，带他到八家去做妻人，恰被八龙江来宽见将这上捆绑送衙门。可怜等我这场出发来征召，那原来是不问是非判死刑。我为的是不得大人之青天年有八公传扬八元生，女儿上菜要看生，难道是我不是自己的条命？啥有谎言来禀告崔英心愿一同定。
有请王大人。王大人，请说。阿英雄，今日领我迂回不久，小弟这次前来何喜？王大人，现在多疑为求，望多多包涵。哪里？此经阿英雄是当场不决地用，娘上之词甚多的很王大人，穷贵无私人在，带领队上了花轿，提到神府，我这步不才接掌。禀老爷，七三请问，周玉龙大人前来无锡。周大人，若不由他说不了，恐怕来者不遂。俺兄多虑了，周大人乃是朝廷名人，他听得你攀了王亲，这叫做名人推王亲，礼尚往来，万分有因，万分有因啊！大人在，他开正门，圣我请是。打开正门，老爷出迎。周大人讲道，必真原因，万望一口。哪里？周大人，请。为元年在这里，这真是巧绝了。周大人，请说。说。
小女子喊冤。下官才自呼吸，不老先生正配生意亏得，真可离案，还不当不他委屈。大人，那小女子说，她的愿望只有在此时此地方能早些。哦，哎呀，这都难了。相母奉旨出京，为民立案，真无旁配。今在既有人太冤，我岂可置之不理？若得修草生悲，又恐怕耽误无息。大人为国民百姓孤孤敬仰，这公子们理应还啊！大人得老师，几道有谁？那喜剧还是有好的呀。哦，听二位所说，这公司二事还需两件齐美。真有两件齐美，这文字很深的。好，即使下官西宫何死了，外公参接他听一用。众军传令下去升堂。大人升堂。为盼望金发莲子郎，第三章。
理解。那你评理女儿曹永清，评理，你女儿也是自愿改嫁不久的。是女改嫁，是这的女儿不在，提着人上，命令女儿下狱监护。禀老爷，神父花轿已到。哦，大人，神父就花轿一道，让小女上轿。来呀，命令去为报神父来人，叫他女交代为本月明才前往神父念他。走。命女儿来见本院。是，大哥，来，这小姐下人。是。江都院北这来，令你将院准备到，并将曹永清提出监牢。是。一个周大人，这个周大人，你是不说话吗？大人，真是小女不说话。谁不说话？老爷常要我一抬到毛明位，我也时时不应允，真乃是身为奴婢当太尉。聪明，你请下去。马龙将多在本地，越本地不为好人之罪，有待正将。这都是无中生有，当在没有，没有。传不能不管。传不能不管。害人我欲闻，这破乃无名。推荐男人。不能不管。马龙将越有心之事，与你二三同女，还对我从山走来。将大人，小人自到白虎来，从不无早有老位，实说我老爷都是亲女婿，小人不知难交代。大胆不能，你不但为自己的来还替马龙将应该，真是个奸刁之徒。不管你有无讲，哎，老爷，不讲。老
没有。老将通告广东老从朝人情调，西财经推到经营，宁可有平真。爷爷们，多少百姓高里吞着王法，超级人民，万不如招财宝。大人，把龙将先送我王金50两，他也5两。把龙将。谢大人。将军有身为前辈有令，不是为你之类，本村中王法与有不行，为亚听村。我为您心不正，今日才给你，叫我有面目见俺老婆娘亲。所以才不废话，这个老夫请一官上堂。大人吩咐，传令臣不废话，再传少云卿一官上堂。